个台南警方的调查，这3个被杀害的台南人，分别是26岁、27岁到34岁，互相已经熟识真久了。3个人拢有前科有案底，其中一个姓林的男子去柬埔寨都还未20天咧，就去被杀害。啊，这3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，早起来接受到访问，伊讲，伊这3个朋友有讲要去柬埔寨撞客。啊，到底为什么会去被杀害？家属已经来报案，希望会当赶紧查明真相。听到是我抑个茫然的，啊，我看相片了，我就开始状况。伊是3位伫柬埔寨红台市的查甫人共同的朋友齐先生，对高中都互相熟悉，知影因拄着不幸嘛惊着。因住国中，我实在，国中我就看大啊。 3个人拢讲要去柬埔寨食头路。7月17，其中一位姓田的查甫人，佫有一团老话。医生若是袂晓想的人，留啊想一个代志，就会佫较好。我都拢我遐多时间叫久啊。经调查，3个查甫人拢有前科记录，其中34岁林宏斌今年8月7日出境，102、103、109年有几啊项恐吓和伤害罪。另外一个听女刑、洪叫刑啊，26岁，2月底就出境，伫103、104年拢有犯罪记录。 上尾一位亚北的洪叫朴啊，今年27岁，7月13飞去柬埔寨，包含毒品、诈欺罪和公共危险罪，洪判有期徒刑。那昨天晚上，叶姓家属由他的妈妈来报案，那么陈姓由他的家属是他的兄弟哥哥来报案。 警方讲，家属前一暗来报案，另外在地东区厝开槟榔档姓林的查甫人大门锁掉咧，亲人无要回应。附近早顿店的厝边讲，伫要1个月无看到伊。所以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。初步了解，3个人是自愿去柬埔寨，是安怎死伫异乡？亲人和朋友拢希望警方会当赶紧查出真相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